大家好，這篇影評標題為香港獨有 cult 片，小巴變身末世傳奇。沒有看過原著的網路小說，所以在開首的半個小時，一直很難替這套電影來定型。直至看到任達華回憶起走上小巴前的情景，卻猛然的發覺，這不正是一套港產版的謎 The Lost 嗎？有看過該美劇謎的觀眾，相信都會知道，該套電視連續劇是講述一群男女因飛機失事而流落荒島之中，更遇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。而在這些遭遇之中，每勾起男女主角們的往事，使到觀眾進一步的更清楚他們的真正為人，而他們的這些過去，卻又似與島上的奇特經歷有着某些的聯繫。如今本片正是描述在那部小巴之內的10多個乘客，從旺角乘車往大埔，誰知當經過獅子山隧道之後，這個世界就像是變了樣，猶如廢墟般空無一人，仿如進入了世界末日。同時小巴之內正好是一個世界的縮影，因為內裏充滿了各式的典型人種，例如好充當領導人的中年大叔，滿口世界末日論的神婆，有學識而又善於分析的電腦神童，盲目衝動的小混混，可憐無依的美少女等，他們於遇險後的所表示的各種反應，反映人性。當然看待本片的情節，觀眾可以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。第一種的態度就是將本片視作一般娛樂cult圖片來看待，不需追求故事的合理性，但本片的導演陳果的確將它炮製得奇情吸引，高潮迭起，更充滿了香港式的人情味。因為小巴這種交通工具就好像是香港所獨有，不者罕見其他的國家會如香港般在路面充滿了各式的小巴在行走，所以本片可能是繼爾冬陞的忘不了之後，另一套的香港的經典小巴電影。而第二種的觀賞態度，就是觀眾可以努力的去思索電影之內所包含的各種符號與及暗示。究竟這10多個人是一起碰上了車禍喪生而變成了鬼魂呢？還是走入了第4度空間裏？抑或是被外星人所老拐？還是遇上了核子廠洩漏輻射呢？到了最後，導演好像已交代了一切，卻又好像什麼也沒有說。或許正如報章所云，陳果導演是計劃開拍前後2集，好戲應該還在後頭呢。2007年由 Will Smith 主演的《魔間傳奇》M Legend 描畫出一片淒涼恐怖的景象，男主角於荒廢的紐約市內獨自一人生活，仿似天地宇宙間一切都消失了，每一條街道都空無一人。這個現象一直使筆者十分之震撼，慨嘆荷里活電影的無所不能。誰知道如今在這套港產片那夜凌晨，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 van 中，也出現了類似的鏡頭。整個大埔市內空無一人，那10多個主角無論走到哪裏，都像是死成廢墟一樣。可是這是繁盛而人口密集的香港啊，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呢？筆者相信導演陳果應該是花了很多的時日，每天在早上凌晨5時至7時的那段時間爭取拍攝，再加上電腦特技的幫助，方能營造出這一片前所未見的畫面來。所以不管本片的成績如何，單這一份的誠意，便為看港產片中所罕見，遂使本片成為了一種另類的經典。陳果的電影作品甚多，於網上翻查他的資料，原來筆者只看他的《大鬧廣昌隆》、香港製造、香港有個荷里活、3更2之字餃子，以及去年迷離夜中的驚蟄幾部而已。印象之中，他的作品個人風格十分之濃重，大多形象凌厲，但故事性卻不強。但本片卻有所不同，可能由於改編網絡小說的緣故，故事有所依據，所以整套電影的節奏便顯得生猛活潑。於2個小時的電影長度裏，充滿了各種的戲劇元素。筆者甚至認為，他會是陳果的最佳作品呢。當然演員們的貢獻亦為本片打高了不少的分數，因為他有影帝任達華、影后惠英紅以及最佳男配角林雪的助陣，於是將這個比較虛幻的故事拍出一份超凡的實感來。尤其是他們在電影的尾段坐上了小巴，踏上那一個前途未卜的旅程之一刻，
不期然回憶起與家人共度的美好一刻，他們所表現的那一份的感染力，令人印象難忘。最後，本片最堪玩味之處，就是導演陳果竟將那部小巴塑造成另類的挪亞方舟，那10多個男女主角成為了最後生還者，使如此平凡市井的交通工具，竟被賦予如此神聖的責任，的確是黑色幽默得很。電影評分4粒星，5粒星為最高。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收聽或者收看 LAM Movie Blog 的影評。最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，請在 YouTube 上訂閱、點讚、給予正評，謝謝。